来看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6天进行滨海海划线战斗，这宪兵指挥部行透早演练兵力物资转用，利用台北捷运线位，这回也出现美国援助台湾会当用更的刺针飞弹。另外，总统热切地也去到高雄，坐快速步雷艇视察水利作业。半暝时阵，宪兵部队出现伫台北市区街路前进入去捷运站内。汉光41号演习，宪兵指挥部担负首都政经中枢的防卫任务，联手8支维安特勤队，就是透早演练兵力物资转用，官免官大药物资进入车厢，利用捷运路网前进到市区每一个位置。这摆操演另外一个重点，宪兵工地经过头的武器是美国军援台湾的会当早日行的刺针飞弹，对外现光会当随时执行基站防空任务。另外，国军防范强军为淡水河口进环，干头指挥部执行反突击作战，演练河道爆破，出动战车打击。结合汉光演习，陆军206旅展开专路高调。后备部队用火力支援前线作战的双臂部队。汉光41号演习已经来到了滨海暨滩岸战斗阶段呢，而陆军的2登6旅炮兵营模拟共军这个登陆了北部地区之后呢，出动了1洞5榴炮支援前线作战。我这次也是第一次经历14天，加上演习期间的教招，所以这一次的训练规模会比以往的来的有些复杂。临兵中弹之后，要知道说自己怎么去做包扎，以及临兵怎么去做掩护，然后这样保存战时最高的兵力。海军是伫左营外海演练播放防具性布雷，作为海上的路障，演伫强军环台。总统赖清德亲自登上快速布雷艇，试图水力增载。水雷它不只是武器，还是一种心理战的工具。布雷作战啊，如果能让敌对的势力明确知道它的存在，就能达到嚇阻的效果，进而让对手改变行动。这比实际引爆啊还更具有价值哦。另外，空军台南基地模拟遭遇敌人袭击，炮道受损，抢修小组展开屯补作业，在上短时间完成修复，支援战机升空，维持空防作战节奏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